講到這海峽論壇是一直攏互陸委會認定是中國統戰的平台。即馬毋但台東縣長廖慶連錄影片參加有違規的議論，另外5個農業團體嘛因為去甲中國簽約，互陸委會點名，希望農業部調查。他現在冰的釋迦吃起來感覺怎麼樣？人家講冰過往來釋迦更加好食，經過農業改良，適合冷鏈運輸，也符合外銷市場需求。在台東種真多，不過陸委會副主委劉文傑講，台灣人攏不愛食，或地方講不滿。鳳梨釋迦這個產品啊，台灣人幾乎不吃，可以說是一個完全要養中共鼻息的這樣的一個農產品，然後中共時不時他就看兩岸的政治狀況，他就把你斷掉。有一句話叫做“三面歹勢，因愛起來三面歹勢”。奇怪，那當時喜歡吃鳳梨釋迦的副總統，他現在當了總統之後，它就變不好吃了嗎？代誌一開始是台東縣長廖慶連這份用錄影的方式參加被認定是統戰平台的中國海峽論壇，提倡台東的往來釋迦，結果陸委會因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相關規定，請內政部查處是不是算合作行為。陸委會也掌握5組農業團體去海峽論壇簽約，有台灣農產共同協力運銷合作社、協春水產、南投縣農會、天威農業科技加花蓮縣農會，對合約內容、訂貨量，一個對台灣農業的影響，農業部會提意見和陸委會。我們南投縣農會沒有參加海峽論壇，好，陳先生一起講到3港這裡簽約的內容裡面也沒有說要買多少茶，要買什麼都沒有，只是說要把那個茶博會、農博會、豬攤位這個事情縮短它的流程。花蓮這邊呢，其實有幾大那個農特產是特別需要關注，其中是文旦柚的部分啊。其實我們只是受邀，沒有簽任何的文件，都會積極希望說所有的這些市場，那可不可以協助我們？中國也在海峽論壇宣布，依照真正的對台10項措施，會買台灣的文旦柚、往來釋迦等農業產品，只要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就有機會繼續擴大。農業部是講，農產品外銷無hiệu，不是有人買就歡喜，應該找會當依靠有質量、會當長期合作的貿易夥伴，也希望中國應該在海峽兩岸農產品檢疫檢驗合作協議平台正式討論，遵守國際貿易規範，一個科學原則。記者綜合報道。